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视在地新闻》，我是徐英莹。新闻一开始来关心中部的交通的建设。正在时间的国道4号丰原潭子段是串联台中环状这个快速公路网的关键。早起呢进行3号崩坑爆破贯通这个工程啊。交通部长林佳龙强调讲，这座崩坑长有1585公尺，是这个路段头一个长隧道中长的崩坑，加上采用这个环保立工程的技术，保留水资源，更加提升安全性。来看这个爆破的画面。两道炸药啊，真大爆炸声，国道4号丰原潭子段3号隧道西向线贯通成功。交通部长林佳龙亲自迎接进行爆破的工程人员，一个爱手互因喂落红包，感谢因辛苦付出，也搁开香槟庆祝。带来好运哦！桥贯通桥头一个隔离3号隧道全长是1585公尺，是国道4号丰原潭子段第一座开好贯通的长隧道。双车道的设计跨度是3.65公尺，宽度是4.9公尺。每350公尺就设置一座人行联络隧道，伊的设置是兼顾环保甲安全。我们是一个全国第一个不排水的隧道，所以可以对生态保育很有帮助。第二个就是我们用这种水雾这种消防的系统，以后可以自动喷洒降温那也可以呢避免隧道的一些事故可能导致的危险。林佳龙嘛强调，开好隧道时，只要发现有古代遗址，就主动通报，让台中市的交通路网更加方便以外，卖顾好文化资产。专线预计在2022年底完工通车。